咁啊，見到前面咁多人，嗰度就係石室廣場啦。入嚟教堂參觀啊，多人喎嚇！佢有個開放時間嘅，3點到5點係聖堂，怪唔得啦，聖堂可以開放嘅，所以好多人入嚟嘅。不過要過安檢，唔使放行李就係一個安檢門啫。呢度係廣州最大嘅天主教堂，咁啊亦算得上係中國最大嘅一個石頭砌嘅天主教堂。咁啊，呢個教堂嘅佔地面積好大嘅，平日就好少碰啱去開放嘅。入邊一個耶穌基督嘅聖像啊！咁雖然唔係做禮拜，但係好多人坐喺度體會下教堂嗰種，哇！唔係寧靜嗰種氣氛啊，讓人頭嗰種嗰種。我入嚟都可能都係幾次啊，3、4次到。咁你見到咁多人坐喺度，唔一定係天主教徒同埋基督徒啊，好多都係遊客入嚟趁熱鬧嘅。呢個石室教堂咧，佢原址就係清朝一個即係道台府嚟嘅，即係相當於依家一個政府機關嘅所在地嘅。咁啊，好似係第2次鴉片戰爭之後咧，就俾法國人咧就即係拎咗呢笪地，咁啊由法國人設計建嘅。咁啊當時請咗好多廣東五華嘅石匠過嚟做呢個石室教堂嘅。咁啊呢個石室教堂做好之後，曾經試過火災。解放後咧，呢度咧就曾經係做過工廠，咁啊冇對外開放嘅，咁啊好神秘嘅。即係解放後一直到改革開放前，呢度都冇對外開放嘅。咁啊好多啲即係建築嘅嘢都破壞咗嘅。咁啊係最近呢10幾年、20年前開始重新翻修裝修。咁你入嚟依家人多，你感受唔到嗰種莊嚴肅穆嘅感覺啊！但係如果你主日崇拜過嚟咧，就會感覺到嘅。好多人入嚟都係觀禮嘅性質啦，參觀啦。咁啊，其實好多啲西洋建築啊，依家啲教堂，其實好多啲後生啲中意入嚟度打卡影相。咁你入嚟睇呢度，絕大部分都係年青人，新一代嘅。其實佢哋即係好渴求嗰種西方嗰種文化嘅氛圍嘅，基本上都係啲後生。咁啊，講起宗教信仰自由啊，咁喺我哋中國咧，
好多啲家庭教會咧係非法嘅，即係政府話佢非法啊。其實咧就即係好多啲依家啲後生咧，佢都即係比較向往呢種西方嘅宗教嘅。不過呢度政府佢唔俾你立亂，即係傳播福音啊！咁你要入嚟，好似呢啲石室教堂，政府指定嘅教堂入邊傳道，同埋聽福音。咁佢呢啲教堂都有舞蹈班嘅，咁你都可以嚟參加嘅。呢個佔地面積好大嘅。咁其實石室廣場周邊嗰啲建築物，以前都係屬於天主教嘅建築。咁後邊呢度有一座舊建築聖心樓啊，天主教嗰種建築嘅風格咯，即係嗰啲窗框尖尖咁啊。羅馬1863年，即係應該係1863年嘅時候奠基起嘅。收起來了。呢度下晝3點到5點聖堂開放，所以就好多人嚟啊，比平時多咗好多人啊。行翻出嚟廣場呢度，一樣係好多遊客啊！哇，可能開始放假啦，咁基本上都係啲遊客聚喺呢度嘅。不讓坐，不坐了。